公主，奴婢聽說蘇秦要離開咸陽了。怎麼回事？我也是剛剛聽說此事，趕緊跑來告訴您。快去給我備車，我要去見蘇秦。可您的身子……我身子怎麼樣，自己心裡最清楚。快去！是。来人，給我更衣。好皮子，那呆子哪裡识貨？說是當了，他就信了。哎，他已穷困潦倒，哪還顾得了這麼多呀？你看來了。見過貴人。蘇公子呢？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哦，回鄉了。午後出的门，說是要去東門搭乘韓國的貨車。如果貴人此刻趕去，可能還來得及。貨車？啊。蘇公子怎會搭貨車？這件裘皮明明是蘇公子的，為何在你身上？蘇公子數次上策論不得回音，散盡金錢，因此決意還鄉。小的可憐他落魄，原本替他墊付了幾個月的房錢飯錢，但蘇公子清高，非要將這件裘皮抵押給我，在下難以推辭。是嗎？是。那為何蘇公子走得如此匆忙？好像是有事兒。可能家裡有事兒。住口！肯定是你們敲詐盘剥，苦苦相逼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貴人，冤枉啊！如果貴人能趕得上，請將这件裘皮轉交給公子。先生不辞而別，我趕來送行，你竟然不願下車！下車！你給我下車！先生，你下車吧，免得這位女子大開殺戒。你還是下車吧。有損您的名聲。我不鬆手，怕你走了。我不走，即使我想走，車夫也不敢走。是我夢瑩，求你千里傳書，並承諾，若你有才華，定會得到我父王重用。沒想到來時氣宇軒昂，去時就衣敝履。先生。是我害了你。蘇秦學識不足，不得賞用，客居在外，盤纏用盡，與你無干。為何你不肯接受我的金帛？男兒膝下有黃金，就算蘇秦窮困潦倒，也不想錯言無地。先生何苦這般為難自己？你是秦國公主，燕國王後，該顧及你的名節身份，還有你的孩兒。先生詫異，夢瑩無國無父，連唯一的孩子都被趙國劫去了。我已一無所有，還講什麼身份名節？怎麼了？你母子不是一起回到秦國的嗎？我們離開韓國時，遭到趙人伏擊，
我的孩兒被趙國劫去了。那你父王没有派人去救吗？趙侯用劫去我孩兒，打的就是劫持嫡公子，以谋取燕国王位的意图。就算秦国大军攻入趙國，都未必能夺回我孩儿。以后你受苦了。孟莹认命了，先生不必怜悯。唉，罢了。先生若有高见，还请赐教。在我看来，此事并不难办。先生若有办法，何不跟我一同回宫面见父王？不了，我数次上策论，你父王不屑一见，我又何必再自讨没趣？我随口一说，你父王愿不愿意采用，悉听尊便。先生请讲。燕国君臣易位，逆天为人，不但国内动荡，更会引起诸侯不安。赵侯雍扣押了公子侄，必是为了等候燕国内乱，他好乘机以拥立公子侄为借口入侵燕国。但眼下，趙國軍隊還拖在函谷關，不能兩面作戰，想要一箭雙雕，既解夫人之難，又解秦國之圍的唯一辦法，就是我們尋機挑起燕國的戰亂，再以此迫使趙國不得不放棄與秦國為敵的策略，共同擁立公子侄繼位為燕王。那如何才能挑起燕國內亂？齊國。齊國？對，趙國有燕王哙之弟公子侄，而燕王哙的兒子太子平卻在齊國為質。燕王哙打算讓位於子之，可太子平卻因此失去王位，豈有不恨之理？諸國聯兵攻秦，而齊國這次卻沒有加入。我猜他們必是為了等待更好的機會，只要在太子平身邊挑起事端，齊國必將捲入燕國之亂，由此，趙秦兩國便可出手。先生果然是曠世奇才，為何無人肯做伯樂石馬，卻使得明珠暗投？蘇秦也認命了。帝後，願你母子團圓，平安回到燕國，執掌一國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有緣一會，今日告別，各自東西。先生請留步。蘇秦已經燒了為秦王所寫的全部策論，就此辭別咸陽，不會再回來了。等等。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望先生的這件貂裘能帶給先生孟莹給不了的溫柔。先生，好生保重。